咖啡先加一点点水，先给这个咖啡粉给它泡胀透一下。咖啡现在已经滴完了，滴完好了之后，我们一定要用汤匙要搅给它有像泡沫起来，对，才比较香。点那个冰块，就加点冰块进来。蒸了一杯冰块，快好了。这个是我们的鲜沙手卷的那个料理的配料了。这是越南米线。我们要做那个鲜沙手卷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米线，还有小黄瓜，还有雪橙塔，还有像那个菜一定要配的。但主要的话还是要鱼露好吃的话，鲜沙手卷才比较好吃。味道好的。我刚刚喷了水以后，它就已经有一点粘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要混太多，你混太多，等一下都会黏会破掉。如果太多就不好吃，都会破掉。漂亮啊！好，我们也不少的鱼露哦。这道菜的话是我们炸春卷，的。哦，炸完春卷。对对，炸完的春卷这道菜也是很多台湾人蛮喜欢吃这道菜的。炸得很酥脆的感觉。对，很酥脆。里面我们有加那个绞肉。还有芋头、红萝卜，对，我们拿那个春卷皮出来。然后这个沾汁里面有什么？沾汁里面的话有鱼露，还有那个醋，还有我们的腌的红萝卜。哦，对对。这边是这个是我们的牛肉碗，我们也是自己做的牛肉碗。牛肉片很重要。牛肉片的话，我们等那个牛肉河粉的汤头哈，给它热一点。滚一点，我们就开始把这个牛肉，它等于是烫熟的，对不对？烫熟的，对。牛肉丸也是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，对。还有牛肉河粉一定要有九层塔，还比较香。哦。对。没有九层塔的话，它就香味不出来了。主要的话，我们还要有那个越南的胡椒粉，比较香。好，我们牛肉河粉完成了。但是这个牛肉河粉好吃的话哈，我们一定要加那个柠檬一定要加。这道菜是越南牛肉河粉。这道菜是我们的烤肉干拌米线，我们店里的招牌就是这样两样，很多台湾人蛮喜欢吃这样两样。这个是我们的鲜沙手卷，这3样都是客人最喜欢的。最喜欢，还有一道菜炸春卷在里面加，因为现包现炸等的时间比较久一点。很好吃啊，它煮很好吃，很有味道啦。每次我们喜欢吃来这边吃啊。最喜欢他这家店的什么菜？那是凉面排骨，还有那个炸春卷，每个人喜欢不一样的。我们牛肉河粉，哦，牛肉河粉也很棒，对。
还有这道菜的话是我们的烤肉干拌米线。这道菜的话夏天吃的话都很清爽。Thank you.